9届中国少儿小金钟主持大赛。大家好，我叫謝希，今年9歲，歡迎大家收睇旅行自由黃金屋。大家都話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，我就覺得實地考察會令我體驗更加深刻。但係去旅行唔係話去就去到，都要等到爸爸儲多啲錢先可以帶我哋去旅行。所以我好珍惜每一次去旅行嘅時間，因為可以學到好多新知識。今集就由我帶大家去英國溫黃金屋啦。大家係咪以為我會介紹倫敦塔橋或者大笨鐘呢？但係其實我係想帶大家去好多大人都唔知嘅校園生活。英國啲小朋友只要食完飯就可以去玩，但係喺香港啲小朋友食完飯要等靚先可以落操場玩。英國啲小朋友佢哋好自律，唔會因為想玩而唔食飯。而一啲又守規矩又自律嘅文化，真係要體驗過先做得到啊！之後仲要介紹嘅係英國1年1度熱氣球節，一個個熱氣球升喺天空，真係好宏偉㗎。但係如果天氣不似預期，就要取消。嚟英國溫黃金屋，梗係要諗辦法啦！醒你哋一招啦，就係住喺附近嘅酒店，一起身就可以見到好多個熱氣球升喺天空，真係好靚噶！呢一啲視覺嘅享受，連睇書都睇唔到。除咗天空有色彩之外，地下都有噶。英國有一間賣 M&M 朱古力嘅鋪頭，入邊有唔同口味嘅朱古力擺晒喺啲玻璃樽入邊。如果你想買嘅話，要好似開水龍頭咁樣撳落去，咁啲朱古力就會跌咗落個袋度噶啦。如果撳得太大力，就會跌晒噶啦。所以千祈唔可以心急啊，慢慢撳，反而先可以試得多啲嘅口味啊。去完英國黃金之旅之後，我哋可以學到自律精神之外，仲可以學到做事唔好心急。其實去每一個國家都可以揾到屬於自己嘅黃金屋。去完英國之後，下次再帶大家去其他地方揾更多嘅黃金屋啦。